ETF 係乜嘢呢？ ETF 中文就叫做交易所買賣基金。簡單嚟講，佢係可以喺股票市場買賣嘅基金。ETF 嘅熱潮其實已經橫掃全世界㗎啦，連股神巴菲特都讚好，就知道佢有幾受歡迎啦。ETF 有三大特色：一，佢係股票，可以隨意喺股票市場買賣，享受較低買賣佣金；二，佢係基金，內裏包含多隻股票，即係一籃子嘅股票；三，佢係機械人，唔需要基金經理打理，自跟預設好嘅方程式辦事，唔會因為市場升跌手多多入市或者出貨，屬於被動型嘅基金。簡單嚟講， ETF 係一隻股票，可以好似其他股票一樣喺股票市場即時買賣。呢一隻股票基金係由一籃子嘅股票組成，裏邊嘅股票有幾多或者包含啲乜嘢，全部跟足指數成分股。就以盈富基金做例子，佢投資嘅股票就跟恒生指數一模一樣，所以恒生指數升，佢都會升。除咗盈富基金之外，多隻跟蹤內地股市以及美股嘅 ETF 都有好多捧場客㗎。ETF 最大嘅好處就係入場費低，又可以分散風險，投資唔使集中喺一兩隻嘅股票身上，同時亦都可以幫助我哋投資全世界。想了解更多關於 ETF 嘅投資，請留意我哋嚟緊嘅介紹啊！又或者可以去到我哋嘅網站瀏覽一下㗎。